看农委会本内的报道，台湾过欠水资源哦，那我为促导发展经济、发展工业，爱同农业来抢水的时节，单单如是农业应用铺哦，像中华海族一个利益，中可时期2020期嘅开发，可能会抢走海族农民个意思嘅企业标准的水哦，也抢水大战如唔是结束个，更加准水系来4年停6年，农业用水唔拉，农民如很苦连天，也争议无解决，农民如无安乐嘅日的后果。家电工业便宜，太上显出不满。一群队仲发现海族乡内嘅农民不用睇农色，佢下摆送到台北捍卫自家用水权，因为一条出嘅标准对海族乡太重村，挑来促水河嘅河坝水。在個半島太太細細嘅轉橋，以美國嘅種花市南嘅天橋，三因為中科時期嘅開發，可能會搶走農業用水。安尼時有足足嘅水來以每天就會遇到水唔難危機，影響無會成作。伊即馬要出水啊嘛吼，啊所以你得愛水資源要夠，啊伊若食較濟，伊就會很飽飽的，很漂亮，啊就會安動來有沒有？這個叫做丟啊那把水，啊頭就頂倒來。出嘅標準搬出去嘅細轉橋，流到嘅海族鄉轉了村，唔但將水見到見色，還有6期沒有用到出水河嘅河壩水。故作出嘅標準嘅水，10公年來都係4年有水，6年冇水。農民未到防冇水可用，除得到田順方按呢冇大來儲水，未到單單改做，把你嘅貨量高也到奈何嘅經濟作物。一冇降水冇米片，從過去該覆蓋4千蓋啊，我會曬壞去啦。農家人大概嘛愛水，愛用我水嘅，你種乜嘅東西就愛水用我水啦。唔係講種來種啊，唔是水，大紅嘅愛水。亞同愛順風看到也長悠悠，差唔多3分半嘅天橋，就途中發現海族鄉嘅海埔村，現在一大筆就途出嘅批准嘅迷航。故所講農民都會意思也嘅水漲，行家一口田都會有一類，就有辦法來應田。高大上龍龍館，出出大水降線，對後生就開始耕種嘅劉金生阿伯講，天下水就係加到成發意思嘅水源。年頭嘅水冇安排，就米加年都愛，米秋田都愛斷量嘅天下水，唔耕田，唔通耕要3分天，嘅秋天4厘天啊！都斷你啲啊，冇水啊！風溜溜嘅，波為停停風，搖嚟搖去，也講嘅天然景色，都係蓄水河緩緩有滋養嘅湖水漂遊出來嘅。嗰種農民唔希望對出嘅標準嘅水源頭提供水本種可時期來用，殺害農民愛受無水可用，影響家庭嘅生活。下節目分析上唔適宜種花波濤。